写是迄个中央大学天文所乐龄天文台这台是一公尺的千里镜，这嘛是台湾上大的。鹿南天文台伫咧玉山层层塔塔的山峰徛起，未受光害，是看星观测的好所在。台湾第一粒的迄个小行星，甲第一粒的迄个超新星，拢是发现的。对咱太阳系到咱的银河系，甲千亿粒的这星系拢是阮研究的范围安尼。自天文所研究生开始，到即阵是天文台的台长，30年过去，大部分的时间林峰庆拢驻守伫遮。大概要用千里镜看星观测，拢像头一届观测同款期待。伊这是反射式的千里镜，所以有2个镜片，一公尺的是叫主镜，就这个，一公尺看，光入来了伊这敢若一个鼎的所以光的迄个聚光阮就踮后面用科学用的迄种机来翕相，来电脑来做分析的 data。我人无伫外口，我主要是对于监视器看，因为阮的监视器会使看讲外口的天气安怎，网站上的卫星云图拢看会到，等者会落雨袂落雨，这拢我是阮爱关心的。那天气好的时阵，爱顾3台千里镜，帮比如讲老师也是学生爱帮伊翕相、取资料，因开转去后，因去分析。我过美国时间，我平常时是伫美国做工课。我看日头换班，日头落山之前，我开始准备上班。日头起以后，我较会使休困。对以早高中就足介意看星，为什么天顶有星？那这拢是天文学家研究来的，做这项头路会使帮迄天文学家做这个代志。因去研究会使知影这个知识，我嘛会使知影安尼。透过天文台一寡观测人员，提供天文研究者第一手的资料，嘛透过因的自首甲观测，会当异性判断敢有像英国小行星撞地球这款会影响地球安危的事件，提早提出警示。恐龙是因为小行星灭亡的。咱会来看即马附近有啥物小行星有可能会摔入吧？咱会使想办法去预防即件代志，所以你会使叫阮地球防卫队。根本遮生活食的穿的住的这拢爱家己创。生活设施另外维持。你若无水无电无食的无人买来。哎啦，对。星星从东边起来，西边落下路，跟西音嘛，它是就是看到那边。除了一般的观测任务，观测人员佫会接待学校天文社的学生囡仔，一方面推广天文，一方面嘛亲像夜景同款，毋望未来有人会当来做天文观测的工课。这石头时阵是爱一代接一代，可以行落去安尼。其实遮做的代志袂足辛苦啦，因为介意有爱，所以就会甘愿当家呢。